在台中百年校庆运动会，因为感谢对过去到现在所有中家做的贡献甲成就，嘛要为后一个百年来扎根，拍下影响发展的基础。来自各行各业的校友精英，16号拢登来观礼，其中拄对日本接受延误奖奖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年嘛无缺席。会长并协助颁发家长会副会长证书，肯定因对学校的付出，着名为幸。我们从院长、理事长我们戴老师还有杨世昌学长身上看到，南一中的校友不仅在学业方面表现非常优异，更重要的是在各个领域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因此，在100周年校庆的今天，南一中的4宝，各位同学，你们是第1宝，因为我们有最优秀的学生，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接下来，一方面要祝福母校校运更昌隆，二方面我向大家恭喜，大家都在母校100年的这个时节呢，都能够身为我们母校的每一个成员，我想这是一件最难忘的一件美事。所以我要祝福大家，不但在运动场上有好的表现，未来在学业上，更是在未来的社会上，都能够有更突出的表现。那么为你们创造最美好的未来。8年校庆当中，王金平甲南一中校友总会理事长吴延斌所共同赞助设立的星火台嘛正式启用。随着各一队全领机队的开场以及运动员的宣誓，要再次展开8年校庆的系列活动。会中南一中出名的橄榄球队嘛演出原住民节舞，用李与美来为学校庆祝生日。当然，系列活动的重头戏就是青人拜日，由全校师生总动员伫操场摆出南一中100字样甲8年校庆的标志，并且出动无人回人机来记录，场面相当壮观。今年一中校庆结束校友国际队的李安现场嘛录音献声来祝福，随着青人拜日的气势，大家齐声喊出南一中8年校庆生日快乐。在新闻温节采访中。